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高高广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我们来到义染医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狗狗直击要带大家直击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，那就是白衣天使护士。而说到护士，它的客家话就是护士。护士他们平常到底要做些什么呢？带大家直击喽！易燃地毒的白衣天使，为了让小朋友不怕吃药打针，常常笑容满面，温柔也很专业。他们用游戏让小朋友忘记疼痛。今天狗狗直击呢，直击到我们的护士白衣天使，所以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护士护士。我们今天要请琪琪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单字哦，琪琪。护士。护士讲得很好哦。当护士这么多年，有没有让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？最辛苦就是没办法正常吃饭喽。该不会吃饭吃一吃就要马上跑病房吧？没错，因为治疗很重要，喝水啊、上厕所都要找时间，自己要把握时间。病患生病，心理动荡，护士该鼓励，对病患来说真的相当的重要。护士要专业，又有耐心，工作动辛苦。赌技展工作3餐不正常，有的时候还得要轮日夜班，而且面对病患更是得要战战兢兢，不能出错。只是很多人想问，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验呢？其实最难忘就是小朋友就是要运用治疗性游戏，因为不可能小朋友一住院就会让我们乖乖的做治疗，像我们要用借由游戏的方法跟他互动哦，才能让他们乖乖的吃药啦、打针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们平常要照顾病人，还要陪他们玩游戏。对，玩游戏，就让他们能够好好吃药。对，有耐心又有爱心，敷施改笑容，真的就像天使一样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白衣天使，他们真的是我们要深深的对他们致上敬意。重点是呢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呢，就是护士，护士，护士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医院，义染，义染。第三个，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，护士要专业又有耐心，護士要專業又有耐心，護士要專業又有耐心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要多多练习哦。学客家话也是要非常有耐心的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